这个是一个 real life， 很现实的事，要有智慧，用微笑，嘴巴甜一点，上路快乐，走到哪里发光发热，四周的人就受益。心宽一点，心宽路宽，心宽路宽，量大福大，量大福大。你心有多宽，你的人生的路，你圣业、智业，就是道场的圣业，路就有多宽。不是只有凡业哦，不是只有事业，你事业一定会宽的，但你的圣业会更宽，因为那是老天的事。我们现在办天道，后续再强调一次，你是在替老天办事，因为是天道，了解吗？我们只是在尽为我的责任，我们只是一个媒介工具而已，放下了给老天用，老天会尊重你，因为你放下。就像我的手只拿着麦克风，你要拿更多的东西给我，我没有双手承接，了解吗？你的心被俗物占，名利熏虚，我们更高。老天要把很多的福报给你，快乐喜悦给你，你心灵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承接，了解吗？因为你被这一些世俗的一切 occupied 占满了。旁边的人的爱，你也没办法感受的，因为你没有空间去感受。你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而已。心要路就宽，你的量有多大，福报就有多大。心宽路宽，量大福大，你的福报好大，福报好大没关系。别人的福报怎么那么多呢？王永庆的福报怎么那么？人家修好几辈子了，不要看这一辈子，比较计较乱叫，睡不着觉。你现在开始耕耘播种不就好了吗？你现在为什么比别人家物质拿得少，资源比较不多？因为你以前没耕耘没播种嘛。你家的田地，你家的花园，为什么现在都狗食呢？你就没种嘛？可比种很多嘛？你知道他以前多辛苦吗？20年了才长这么高，人家开始给他有果实了嘛？你家都不种，因为他太累了，我太忙了。不怕慢呢，我只怕你在呢。我只不怕你在，我只怕你想我赚呢。又不种呢，开始种嘛。可是种要耕耘，你知道吗？他要翻土，所以开始耕福田，跟着念耕福田，播善种，去旺场，结善果，耕耘你家的福田，心灵的福田，播下善良的种子，去掉妄念的杂草，妄草。你不知道现在春天来了，杂草满庭院呢，还不如休息要提完来草安做。我家两年你无看到，草那样管哦，你把拜托的，你不知道你的妄念吗？你不知道你心魔吗？他见缝插针呢。你昨天晚上呢，要下班的时候，在公司的办公桌上面把它擦一擦，干净了回家。你今天早上隔一个10几个小时，你又到办公桌，你自己看一下，灰尘又来。你说我的心情很快乐，我死了，我没有脾气，没有烦恼，没有这些灰尘了。拜托，随时都会有的。起心动念，觉察一下吧，觉察、觉知、觉醒、觉悟，跟着念，觉察、觉知，觉察、觉知，觉醒、觉悟。觉醒觉悟，随时去看一下你自己这边的田地，草长出来了吗？心中这一块周子是不是有灰尘6层？色身香味触法，该把它擦一擦了吧？对不对？所以去尘除过，去掉灰尘，除掉因果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少3心。
归四下，不要有过去的心理时钟，知道没？少掉了过去的心，知道吗？哎，少三心，归四相，不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的相，这就是在扫心地嘛。这是原理，这是知识，道学知识。我希望变成你们的智慧，好吗？可是要变成什么智慧？做，去做，每天扫心地，每天觉察觉知，每天当自己的主人。好，以前脾气毛病这么多，现在就改。以前看到了爸爸妈妈都不会问啊，我就改。爸爸妈妈早，爸妈我帮你按摩，爸爸妈妈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妈妈，我爱你，这样就改了，知道没？刚开始要改很难呢，知道没？要勇气，要勇气呢。抽烟了10几年了，改不抽的断掉，哪一个地方让他没有？你知道？哦，所以你要改嘛，当自己的主人嘛，改嘛。以前都睡到8点，6点就给他起床嘛，后蔡教授嘛，我起床啊，讲个笑话吧。了解意思吗？哎，以前的那么太太有时候的煮了一些菜了，辛苦哎，困到了太太煮完了菜，还要买菜、切菜、洗菜，你不会等到可能弄好就饿了。哎，水呢，哎个天呢，我当保的楼梯。这个时候有时候要好几个小时，辛苦。这个时候有一些钱到的丈夫回来，脾气毛病一大堆。来了之后哎，摕布纸、看布纸咧食菜，搁食有呢，看布纸搁会有呢，哎，又夹得到菜呢。然后呢，太太呢，哎，吃完了以后，太太就问了老公：“我今天呢看食谱，新煮了一道菜，苦瓜炖那个东西，你觉得好吃吗？有吗？有苦瓜吗？”哎，是看图音呢，苦瓜那么苦，你跟我们在样。你像这一些呢，你要开始改，甚至呢，吃到了太太煮的比较咸的一点点。以前的脾气毛病就是说，嘿，羊是没钱的，你看看嘴的臭死你，你要让我洗肾呀？改一下嘛，改一下嘛，钱到了注意，知道没？改一下嘛，亲爱的。很感恩准备了这么丰盛的午餐，谢谢你。这是我修了好几辈子的福报，才会有这么好的太太娶到你。您是上天派来的厨师，叫做天主。谢谢感恩。哎呀，你的菜真的太好吃了，我真的有口福。只要这一道淡一点会更好，这样子。讲话就要这么讲，你煮的比较淡一点，知道吗，帅哥？以后就这么讲，了解吗？煮的比较淡一点，你绝对不可以说啊，我有嘿羊那是拢无钱买羊的了，是按治安剂啊，你往五果差的了，不可以这么说。我们先肯定别人，比如说你的孩子。有时候呢，哎，没有听你的话一下，可是你要了解为什么他现在会心这么烦，将心比心啊，了解意思吗？你孩子也是妈妈心目中永远最乖的孩子，妈妈非常的荣幸可以生到你这么好的孩子，只是听我一些话，会更好。这句话会讲吗？先肯定，先肯定。有时候就说老公，你真的是好棒，好优秀，为这个家庭你付出、奉献、牺牲、任劳任怨。只是我生日的时候表示一下意思，一颗蛋就好。了解？优秀啊，老公，只是。10几年来，你好像都忘掉我的生日，意思一下就好，好吗？
这样会讲吗？先肯定，他就会怎么样接受你的建议。你不要一开始就把他否定。不像以前的我身上都是最后一名，因为我长不了年了。所以呢，你看我爸妈看到我47名哦，47个47名哦。哎呀，你知道我爸爸怎么跟我说吗？孩子，最后一名很难呢。我怎么生到这么优秀的孩子？随便赌也不会最后一名。你为什么包办那么多学期呢？你太优秀，你太优秀了。哦，孩子不要恐慌，不要担忧，不要担忧，因为最后一名是最稳定。最好怎么样？一起上稳定，一步所在不可退啊。哦，所以孩子，你成长的空间是最宽广，最好的拍表，一不小心真的哦，一不小心就进步了。所以我47名，一直到小学5年级变46名了。回顾妈妈跳那个哦，你总算进步了。我说妈妈对不起，因为转学出去了。我们那一班剩下46个，所以我还是最后一名，但表面上面是进步1名，所以我很感恩，我就感恩呢，哦，没有转入一条，我变成40岁，我都也退步，要不是我有碰到这样子的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没办法拿博士了。我老早呢就要辍学了，你知道？读高中的时阵哦，想要解决数学哦，数学不让我解决哦。迄数学的题目哦，我吐几分，吐到抓破去，迄答案也是出来，优秀了。可是我爸爸就是一直在旁边陪着我。孩子，总有一天，不知道哪一天，你的潜能就会喷出来，就是激发潜能。会像火山的岩浆一样，乌啊喷，白啊喷，土白喷，你会喷到四周的人喘咧等，因为你死喘。我爸爸是句话讲12年的，按小学1年级讲到高中3年的，全部一个你乌啊喷，白啊喷，土白喷。然后我妈妈是说什么吗？孩子，迈向成功的过程是坎坷的，是充满荆棘的，一定会跌倒。只要再度站起来，迈向成功又是一大步。优秀吧，迈向成功，迈向成功。所以最后我考上成功大学，了解吗？我们对别人讲话，对自己讲话，就是要什么？正面的，了解了意思了没？你绝对不能衰哦，我刚衰哦，那你死掉，你觉得我猪脑袋哦？啊，你们做妖精呢？你头发无面珠哦？我跟你讲，会心想事成。猪脑袋的孩子是谁生的？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了有一些资深的讲师还是典传师说：“怎么会有你这一种后学呢？”啊，我说这个后学是谁教出来的？了解意思吗？我们要用爱，爱跟喜欢一样吗？请问，不一样。释迦牟尼佛的时代。弟子就问过这个问题：喜欢、爱，世尊请老人家慈悲支持，差别在哪里？你知道他的右手唰，世尊的右手一展现，你看呈现出来是一对孩子，母女来到了那一个花园。妈妈，我好喜欢这一些花，不客气。硬是把那个花折起来，闻一下，好像放到自己的袋子带回去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这就是喜欢。”啪，有一母女来到了花园，妈妈，我好爱这一些花。大热天哦，汗流浃背哦，帮这一些花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剪枝。
释迦牟尼佛说，这就是爱，这样了解吗？你是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你爱世人就会当神，你了解吗？只有爱世人才能当神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心系众生。你要爱你的孩子，不是喜欢孩子。现在很多的父母亲